嗨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都來收聽本來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咧，哎呦，是 something crash。OK，something crash。OK 啊，我係試為 YouTube，喂YouTube，OK 哦 YouTube。講我係 broadcasting 嘅 software crash 喎。OK，個。OK，這個禮拜咧，我人就會歡迎我人嘅老蔣嚟教人拍角。老蔣歡迎豆嘅 Hello，大家好。豆嘅，嗯哼，這個禮拜我個知道這個特別嘉賓來，這個禮拜 producer 介紹的。這個介紹那有 original 嘅好店，哈，太台北嘅。Hello，啊，你冇人講啊？台北，啊，台北冇人講啊？能夠成啊，我比較用嘅，你用到底你電話是到啲 computer 嘅？我電話，電話，打電話去。我看埋啊，第二兩未擺下面，下面本擺啦，未當未晒，呀，快啲。呀，即係 room 人會話擺下面，擺下面又下面本擺 shopping 嘛。當今我俾要緊嘅是本會，當今人online 買物件好，冇咩想啊，加定到出，我唔知到底邊人興冇興啊，應該是興啊淘寶啦。阿咪一個頭啦，一個角角啦，所以講你當今人去買當買晒是個有 online shopping 嘅，我係咪冇想法？即係你有 online shopping 哦？阿蕉喎。哦，個少啊！哎呦，我成個安尼一個人嚟，我成個頭嘅應該是一隻。啊，呀，我成個頭嘅。我是三到時嗱嘅老一 program 入邊看到會咯，I mean 我看物件就會啦，I mean 唔是講你嗰隻是買咩物件？係咪款嘅物件？穿嘅物件咯。哦，電器上個係咪咧？上個講電腦關係個電腦物件，還是上個 pressure cooker、紅線？我成個電話嘅 cover冇掉電話嘅 memory card 咁咯。哦，OK，電話加電腦物件，electronic 好點咧？你買 online 買物件？online 啊，online 個招啊冇看到物件，我只係看買。哦，因為在 online 時都冇看到呢個物件。一回來啊，冇對回啊。是啊，可能我加筆記淡薄啦，有陣時攞去食走淡薄就冇熟格嘅。你在 online 買嗰啲小型嘅，你看唔出呢個 colour。แล้ว你食有陣時走。咱是你那是買物件合併了，買了時那是你無熟格來講，你都無法度啊嚇，學累學去就是你了啊嚇。你會使行到對嘅，較麻煩咯。如果係做嗰 send 嘅物件到對，等伊 send 累到對嚟。哦，你本身就等啊，都真麻煩。會使行嘛是應該好，嗰一人一句來 .c 是一句 .c。Hello，你是裝？哇，我是新郎。新椒咩咩？歡迎。啊，我喵。是了，較真少，無你就了。.c 我諗80幾年咋？嚇，你白話呀？我咪白話嘅。我白你就得咯，.c，但我仔女是主要學另外一名一個，嗰隻 can 另外一隻 can 白你啦，白你再每 HK。哎呦，唔知我是蝦米人呢？阿涵都冇笑應。唔係啦，我請你金嘅衫，金嘅衫。哦，冇，你是早會嘅事。你咪使白衫。OK，等陣我冇啦，就去先。我俾每 .c 是直接來，咱就每看。OK，你細漢時做得落嘅？感覺不啱。你講是唔是細漢時捌嘅？
唔是啊，10幾年前嘅8年。10幾年前 that means 我是 already 已經到 TV 角嘅啦，我是短期投資個八條路下。嚇，阿婆幫小英文俾你看到了吧啦？你小氣啊？OK，來看下，看小英出了。我來啦！4字牌，係心水啦，你 set up。誒，等陣你 voice changer，冇聽到你聲氣啊？冇吧？你個件聲冇嘅啊？為什麼看唔到小英嘅？嚇，你未看到我人嗰啲人啊？冇喎，我做咩屬啲 browser 嘅嚇？哦，你點樣 join 時，你就 click 去 browser 喎，你冇一部開你 Skype 喎，但係我唔要緊，等陣我慢慢抄，等我。私人係心啊！哎呀，係心水啊 set up。呀，OK 啦，bolu ni水啦。Skype 和你 blur 你 background 啊。Skype 就是 Skype。呀，OK，來，這個 online shopping 只看得到有誒這個阿韓嘅係心你講下你 online shopping 哦。我常做 online shopping 嘅，因為最近馬來西亞呢發達了啊，所以我常有做嘅。是這個12咧我就冇啦，因為先至愛搞啊，冇搞開。對唔少女啊！แล้วลูกค้าจะตัดที่ออนไลน์ไปให้มีการบ้างไหม家姐啊，家姐買衫啦，買褲啦，買地殼啦，買 technology 物件啦，買係買啦，我買啦。你講下，我最近買一個 Google Home 嘅。哦，誒，你在當機嘛？Alexa 啊，會幫別人學緊啊咋？是啊。哇！你叫 try 你 Alexa play 別人學緊嚇。我最近我甲報曬你啊嘛，講 Google Home 未幫。未幫咩？未幫曬？因為冇啦 ，because of Google Home 有加 Spotify 嘛。哦。So Spotify 別人學緊嘛有哦。Spotify 別人學緊有。directly tapi用 Google Home 嘅。哦。別人學緊 Spotify 有。哈。你話 try 叫你 Alexa 喂，叫 Alexa 幫別人學緊。就 Alexa 我都冇 Alexa。誒 ，Alexa 唔係 Google Home 係 Alexa 係咪 Amazon 係 Amazon 嘅。sorry 我 confuse 啊，流冷時你覺得？tapi 冇嚇，點講個未必冇呢隻 Amazon 咯。Malaysia Amazon 係咪淘寶？係咪爸爸？細爸爸？唔係。Lazada。我聽佢，我唔罵航線特啲明咩？巴家係罵俾話司令粉啊！แล้ว我到嗰陣馬來西亞叫我改俾 Lazada 3機航線較半機。有 Lazada 有 Shopee 咯。Shopee 唔是較 popular 咩？哦，唔知喎。我聽到真係人家了用 Shopee 借過用 Lazada。Shopee 人家 spell SHOPY 啊 ，BBY。SHOPEE 啊。哦，SHOPEE。Shopee 這幫家好似叫下你 C Ronaldo 來做一人嘅 advertisement 哦，伊係咪是人馬來西亞嘅，還是係咪？我一全世界新加坡本有，台灣本有，嗰啲本有嘅。哦，獨立頭歡迎，獨立頭冇賣，特別冇你做呀。歡迎獨立頭。隻股冇來啊喎，豆嘅朋友。我放隻個冇 join 哦。攞8格都就嚟下。冇啊，我冇嘢 Skype 搬喎。冇阿 John 嗰個名愛講嘅出啲。OK。等陣唔好啲晒事 ，Ronaldo 不過你 Shopee 是阿趙呢是 app 嚟啊，是 website。Portugal 係 football star 嘛？嚇，我知。Ronaldo 咩？但係我唔明咗是唔是 Asia 嘅brand 嚟，還是叫伊嚟拍廣告？梗係是 international。Shopee 是 Asian 嘅 brand，但係叫 international 嘅 star 嚟做廣告。應該是啦。
了。有。你講未講未？哦，咁你未講出嚟啦。OK，我講就是 actually 是清白十幾年啦嚇。actually 你個會記點擺有一擺是原嘅489，剛剛轉係點聲？489咩？係點聲？剛剛轉係點聲？冇得轉嚇。剛剛轉點聲，我有講有一句就是講 KL 嘅 group。下面 activity 問個男仔 ，actually 是我講錯，是actually KL group 嘅 activity 咧，唔問個 anyone，還是男仔 organize 咧，anyone 本來會使 join，我講錯咁樣物件，所以我愛前輩即個代志啦，因為我唔愛講單人成個講男仔是頭嘅。是，so 就算是愛前輩特別件物件，反正 so。hopefully 就是即係物件無啥物大代志啊，反正是 actually 是 maybe 是我講錯啦。Because I think 佢哋想到你講是嗰陣時 ，because 一隻老鳥啊嘛，所以特擺喺地有陣時佢哋處上面，所以三玫瑰啦嗱。其實是咩梅嘅，就是啦，I join 即係使 join。是其實我哋 group 嘅 activity 咧，問。男仔做下面event 咧，若是無下面物件咧，actually 是下晚那份係 join 嘅 ，actually 是無下面大代志，無下面 resisted 或 anything 係講即係人袂使 join 嘅，人袂使 join 翻下。anyone 本係 welcome 嘅。無 restriction。無，so KL group 是 so far 是無代志啦，是無咩物件啦。所以我一前輩即係物件，人我無愛講緊係人誤會啊咩物件。人個人大漢佢誤會咧，人個人。OK，感謝。兩個是 OK， 真酷歡迎到啲YouTube 誒 say hello hi everyone。OK，但當今我每度啲老闆佢冇去 shopping 嘅度嘅，冇 online shopping，然後特別路上俾衫面是幾大俾啊？我不是個只有 online shopping 啦，我有時去看嘢 catalog 看下面物件，看有咩新嘅新嘅物件款新嘅 gadget 款我無看，上個我。香港 Shopee 有 buy one get or not 本有嘅，所以我有去那邊看伊做得伊減價從一塊。你路邊啊？你辦機？上陣我有啦，上陣我有。係咩物件？你減價從一塊係咩物件？我等下我 show 你看下。嗰是有，等下我看先。嗱，你以後小學人時當啲隨條時，我會聽人講，你看你嘅第一杯 last time。baru recently 買到嘅物件，啥物物件？免插你是 online shopping 啊好，還是你搭去店嘅買，還是菜店啊買？你baru 個 recently 嘅 purchase 啥物物件？我學頭條講先。grocery OK。grocery 就冇 boring。Before aku買唔是 grocery 呢？唔是買菜。唔是 grocery 啊？唔是 grocery 就是買菜啊。買菜買菜 online 應該唔買嘛，常嘅去店買嘅多 online 買唔是菜嚟嘛，你冇講伊字看得較細，對來是。阿專，有無？冇咪揾只步步嘅你想，你看你 blur background 下。俾等下我按 blur 先下。買菜 OK，菜了去店買啊？特別讓我只點菜小姐，多一個啊！人家手錶蚊一箍啊，然後一箍，但係當你落本，你落即係是 IB 咧係嘛？IB 咧嘛係你經掉你嗰條好一箍，你冇經掉伊行到對咯。咁。這是成個錶呢？一樣款嘢，即係樣款嘢。你冇睇呢個行到對，你咪就得咯。我是一時實在會 generate user 呢，I think。上個是個小米嘅Sport Bluetooth Mini 嗬，伊嘅 original price 是199塊。所以減價仲1塊。即 Bluetooth 得個線？
来掉下来阿伯嘛，掉下阿伯，我掉嘛本来有一个，你成日走時錄出來好呐。你路掉過咩豆嘅？我掉吧，冇掉過啊！我冇聽過人掉過。你唔就樣？呢波呢一人比一人彈嘅話。有，一人彈一時會 generate new user，人家那時候本嚟說，嗰人會彈嘅人係會標係啲其實咪是變咗有啲 user 咯。誒，陣間嘛是講有some promotion 咁樣看。入靠買咯，哦，誒別擺下。喲，安尼貴了啊！貴咩？哎呀，我真久無買米咯啦，多錢啊！掉兩米多哦，我你 next month 邊嚟會使啉咯？我兩年來這邊啊嚇，我戒咗啊，我個口特我無啉米咯了。安尼乖？要啉，這邊嘅米咯無好啉嘅事。我想誒。無想誒。無想誒。這邊米咯嘛無好啉。這邊嘅米咯。這邊嘅米咯係真係古靈味啊！我不是㗎。哦，伊古靈小青嘅事。唔知呢？幫他個最滅亡嘅事。喏，我想比誒。不過人講澳大利亞嘅米咯好啉咧。是啦，因為古靈味車嘛，我不是㗎啉古靈啊，唔對是。你個 still prefer Malaysia 嘅米咯是唔是？啊。Malaysia 買到阿弟咧，甚至有時吼，有時佢媽媽同我啉茶咁先啦，叫伊買咗個餸嘛吼，我第一係講買咗個餸panas，我下，我試下甜個頭先咧，掉啲料你話。panas 唔是國家甜咩？你愛有酸加無呢甜。我是買咗個餸panas吼，所以是無幫，伊無個幫 extra milk 那邊了，跟他買咗嘅粉嘢。哦，買落去款嘅，所以伊就加 OK 加無講甜嗰種，冇事嚇，我就甜到緊你。買啉加。你是講係驚係 condensed milk 係啊？是咯，驚係 condensed milk，免嘅叔叔不夾咯。哦，你那是講你只 draw 一度不係咩？一個人 ice 一個係咧。一般氣，它快搖嘛。搖咪是燒到啲裏面。甜嗰種咯，是甚至甜咯，你媽冇個 list。tapi itu唔是係應該是，那是講咱內行講冇係誒super pekat嚟講，應該是生嘅卡無咧甜嘛。你若是幫他個最生本，因為一般來到也買到無好啉咯。哦，是。有人講你俾好啉嚟講，你特別係較濟。阿加 prefer original 無放過呢，無放咩位。Milo dinosaur 個餸。dinosaur。阿老誒，叫做 a bit girly 咁樣。係咪 dinosaur？有嘢成行叫呀，是都叫 OG 是 dinosaur。是伊大杯，伊啲面個放嘅 Milo 嘅粉。我話係，係你拎嘅嚇。แล้วสาวเราหุ้นติงมินเนี่ยว่าอายnext trip บ่你古早我細漢嘅時，米咯最好食就是你夾筍，咱散米咯落去，一頭食，這是最好食。對。誒，後點你識轉你嘅 phone key horizontal？ horizontal。there you go，叫大人看到你邊較大。你話聽緊笑，你話聽緊笑。係咪咧？係咪面鏡都嗌？阿毛，你講嘢啊？哦，有香笑喎，香笑。真係冇得啊！你講啊？這是真係係唔是？這裡啊，啥是惡教啊？未記啊？惡教啊！有真係惡教啊！誒，這邊真少咧，我摸魚。我塞車這邊真得少嘅咧，無人買咧。唔知啦，我啲博價我冇看到。我冇乜樣嘅，老闆啊，冇味啫。
呀，那是我大日本姐。後條就是看讀冊啊，看冊是啊，享受啊。恁看者困意啊。人老了。你舊年咧，你即個舊年是到啲online 俾啊？學見你冇調拍咧，阿 Joy 今日講你老，你講你老。我心老。心老人無老，老人啊，嗰時唔敢講一個叫老嘅，上嚟嘅人夠講一個叫老。誒了阿涵呢？阿涵，你 last purchase outside of grocery？Outside grocery 一個 hair straightener，十頭我嘅海蝶。哦，你到店咪買還是到啲 online？啲 Amazon 買。哦。我就看到 Amazon 你講 last one 139澳幣$。喂，hair straightener 是蝦米物件啦？是 chemical 嘅，還是怎啊？迄個物件咧，夾落頭毛可以跌嘅啦。你flat iron 啊？flat iron。了，我就講139剩一個，哎呀，買啦。了，我就看我樓下 department store 買一空膠呢。對。有片。有對型。嚇？有對型，別使型咩 Amazon？會型嘛？嗬。係啦。有見啦，就愛買了啦。對啦，買了有啲型，無琴日去買喺樓下空膠咧，是琴日型類 Amazon 咯。唉，激死我！我就講，哎呀，不要緊啦，我愛對厝了。我嘛愛看要互伊 ship expedite shipping，我可以幾十塊啫，了交我，哎喲，了50塊死啊！了，我到迄時佢 Black Friday 嘅時啊，我喺樓下 shopping centre 伊賣 designer 嘅鞋，我就笑。我有存600塊來 spoil 我家己，互我教因。我唔知愛夾迄600塊來 upgrade 我嘅教因嘅手指，但是愛買一雙Jimmy Choo 嘅鞋。哎喲！Jimmy Choo 嘅鞋600幾塊，我就你600你都知哦。哎喲，咪少隻貴。是啦，是貴啦，我知是貴，但係若是講 Jimmy Choo 是真啊100。Jimmy Choo 去檳城馬買嘛是較便宜咯，Jimmy Choo 檳城人。老師講阿涵，阿涵，老師講一句咯，我是 prefer update 我嘅手機咯，咁款。你咧，我要知。iPad。哦，OK，iPad 較大 嘅 ，iPad 較好用過 Jimmy Choo please， 你用 iPad 用較濟佢稱 Jimmy Choo。就有人把你個接來買隻亂嘅是最，大粒頭啊！ Oh my god！ 笑多謝！笑多謝！我呀，爆炸！講嘅人啊！靠！講嘅人點啊？啊 ，OK， 我 OK 啊，真正大聲。我第二啊，我 OK 啊。講嘅人點啊？Oh my god！ 你都可以買。只大聲。看 number 2你啊！Oh my god！ 只大聲。How is this? But still 只大聲。一 beat 啲聲。And how is this? 較好，continue 個較好啊。Okay. 較好啊，哦，個仔。Sorry. OK。喂 computer 我用小突破，我電話搞有。小隻都只大聲個，你超較細聲，還是你買hand較遠的無？你買夾手去你吹 away from the tree 去較關。How is this? Better. Okay. แล้ว
我講係你$1誒，我會 just add that maybe 讓啲 data mine 咯，that's all。That's why。因為實嘢 user 咧看係咪做人 interested 係咪物件啊？因為要 market test 係咪 product 興啊 popular 很。OK，le last thing 你俾係咪物件到入頭？三 online。特別我冇俾 online，我 believe 就是假是會俾 anything 生啦，cost anything is，你都會去 on-site 去看。去點。Yeah, because 你 order online 未效果嘅，sometimes 你看 online 水，特別來是上加難嘅呢。對，冇對號。啊，無上加你買無，上加你買無特啲 Amazon 看水，特別。一來嘅是，一 corner one patch of wool is missing，所以係幾敗。特別係 return 嘛？Yeah，麻煩啊，你 return and all these things。特別我你即係有人話想 return 都麻煩，特別我話去店嗰個麻煩。你去店，你去看，你知你到一個你愛。Then sometimes 你買，let's say 你買一個 jacket， 你穿一 jacket 了。online 你看 the picture， 特別你袂 differentiate 安怎 ？Whereas 你去 on-site 你穿伊 jacket 時，伊個 cut 伊個 fitting 都會啱你 body 嘛。對，特別我有當時嚇，特別買衫咧，我較濟是前線買本 still 個。特別有當時成個我捌 try 過，有當時我 try 時呢，我買一項漂嘅jeans 係啥物，然後我買了我捌。try 過咧，我講 OK，即個往時伊人講即幾號32號，特別來教時伊上大條，然後佢就換去31號、30號，可然後變做較麻煩啊。特別我就 try 過一道嘅嚇，因為是上公司嘅嚇，你會使買一對 size 買啦，還是？Yeah， 你對一 size 買，但是你買 last year，then this year 你上公司你去買是冇得上，對，無得到你 size 無上淡薄。對。是講有當時我搬到去店嘅，我想啦 ，for example， 假是你會買dress shirts，right？So 你 dress shirt 你伊拉 measure 你會 collar 嘛 ，right？你會 collar 了 proportion to 你 sleeves。So sometimes 你會 collar 你會 neck over 1 year 了，伊 key by half an inch。So 你買。You assume the same size。哦，你講你個機器啦，你個機器。啊，你個啲阿莫管個大了 over 1 year。學了就佢一學嘅。啊，你阿莫管個大by 半寸呢，了你買，你 last year 你係你 size 你買，你 detail 買就買。這來，茶比hun。歡迎。Hello， 大家好。然後問到你last thing 你買係咩物件 ？shopping 買物件 The last thing 我買啊，我買一個 yoga mat。哦，到 online 買還是去店買 ？online 啦，但是12未是買嘅嘛。12係咪？哦，12加11個有特別嘅啊？嚇，唔知啊，特別季節咪有一個，我唔知是係咪唔是。我講你 OK， 你小啦嚇，人開類嘅事啦，你 shopping 買物件，用8%來算，你買物件，你開類是就這8%是 online 買，就這8%是到啲retail 店裏買，你咪算，咪講，I 講成個8%類開嘅類啦，當時你 online 買正。大項嘅物件，實講買飛機單啊，啥物可能10塊去啊，係你無成啊。你是講成講 individual 算 unit 算啦，但係講你買10項物件，買10項物件幾%是 online 呢？當今我看差不多是70%是 online 嘅。哦，我差唔多本嚟啊。我是咯，方便嗎？我有時想到下報名啊，想到特名稱嘅，我就有電話，特買啊。乜就係嚟啊！就是咯，當今加了 app 買呢，錄影。係咯。誒，一個辦機。新加坡買係咪興係咪嘢？買係咪 app 啦？係咪 app？係咪 app 啊？Shopee 咯。啊，台灣我講 Shopee 本我睇到。
Shopee 咯，我本時買 Shopee 新加坡冇，and 啦。then 用 cash 咧叫係咩啊？Shopback 用 Shopback。哦，Shopback 係咩嚟？Shopback 嗬，伊是一個 app 嚟，所以你愛去 Shopee 買物件啦，你買飛機票啦，你 book Airbnb 啦，係咪物件了嗬？你 go through 一個 Shopback 嘅 app 嗬，and then 都會賺到啲 cashback。哦，係，我真係冇聽過。你慢慢扣 cashback 咯。嗰次來個，最後咪講到話，我不到買用來嚇，你不到買有冇？我搞嘅是這樣啊，搞嘅是啊。sorry John，大莫哥這邊。大莫哥嗨，大莫哥歡迎。我未記 mute。我看到個大莫哥แล้ว個轉個啊，幾年啦，個 additional 人特別我唔知是幾來，就是咱冇出到聲個。Ketupat。哦，ketupat，嘿，歡迎 ketupat，你唔是去食紅咩？對呀了。哦，對嚟啊。你又知？你去食紅啊？你又知我去食紅？我唔知看得到咯 ，I think Instagram 是到咯。哦。Makan angin。Hello。แล้วพองหองเดี๋ยวจะสมัย有หุ่น對嚟，食紅跟住พองหอง。我broke 啊。係咪 broke 嘅？我都開旅行就得個嘅。100貴咧，我去邊個要買嘅呢？我未去到，你去 Switzerland 啊，是唔知得咯？哦，哇 ，Switzerland 特別是貴啊。no Finland 啊，唔得咯啊。Switzerland，哦，對，我講對。你得水呢 ？OK 呢啦。啊 ？OK 呢，小貴啊，唔係一行嘅冇嚟水啊。我去過較水個，比那個水個跟 nature 得類。我巴基斯坦、China 邊嚟。哦，你看你啷對嚟講你 travel disaster。我就是看你 topic， 我對啦，但係想換了啦。係咪？不要緊嘅，其實啷落較快淡薄。咱一個禮拜咱嘅 episode 1點鐘19分嚟。阿 John， 你跟他講快嗬。本是 at the end 嗬，不是2點鐘嘅，都嗬。1點了，2點鐘了。OK，那個就看到我邊呢？這邊看到你邊，maybe 是冇了。我係 app 牌啊，係我個未看到，我未成 individualist 啊，會喎。會啊 ，OK。啊，你講我一個 book 出來嚇，那個就是當晚上嗰個就是人叫我 add 啲人嘛。Helen 是最冇啊。Actually 有人最轉嚟無講話咯，大家做蘑菇啊，個咩 Jasmine In 啊。啊，你看到人嘅名，特會看到啊，我未看到。誒，check 點啊？check 都有啊。check 啊，你去 check 那邊啊。特別我都冇看到人特別係 list 位。OK 啊，但 OK，咱講特嘛查比훈咪是講伊個78%是 online 買咯。我輪流講，我們那個差唔多，我們是差唔多78%，有可能較濟哦。OK，那我只到 retail 買，然後到店內買，應該是買菜加對，我本是買菜。買菜加咩啊？買菜加有當時買啥？因為我衫我無常常買，我是久久買一擺，所以我無。我成日知道我嘅朋友來 Maggie Me 來找我嘅時候，我去 Black Friday shopping 時，還是話買隻隻啊。特別我真唔知2年3年冇買衫，我對馬來西亞是有，對馬來西亞是有幾條未買，特別對我就少買。所以哎呀，最到啲飛機條誒，冇聲氣。最到啲飛機條。咁啊，飛機條會聲嘅。啊，最人 airport 飛機飛過，還是 lorry。裝嘅，你就是攞呢特別唔是話。裝嘅攞呢也是唔是話。裝嘅啊，阿涵啊，
玩嘅。你即個你 hair straightener 嚟啊，delivery 飛機上嚟啊，這是做啊。我冇食扣掉了。扣掉哦。OK，等陣個每個主持人ketupat lu shopping percentage online 咪嘅 retail shopping 是按怎半？Old fashion 咯，我較suka去點？按得講，那就 shopping 本啦，但係幫我較就是買咧幫伊物件，鳥物件，online 咯，Lazada 是馬來西亞嘅票，馬來西亞公司應該是啩？中國有中國會，有中國會。最近上個是有聽到講上個是淘寶上個是有買起來哦。Lazada。I'm not really sure 啦。I saw。哦，係 some，OK。買起來。大陸頭講嘅是，因為originally 是馬來西亞嘅公司啦，然後當然淘寶買起來。買起來。然後別人係 some 咧 percentage，係 some 嘅差唔多個成。哇！我冇咪買喎，我只少出門嘅。我 usually 我出呢。佢這是 online shopping 啊，還是？Most of the time 啊，even 都腳有點像啊，because 佢哋 grab eat 啊，grab food 啊 ，food delivery 啊 ，food panda。Good delivery。哎呦 ，sorry，唔知住人啲大補嘅係咪？住人大補物件鏗鏘是裝。啊點呀？咁唔該就係。OK， 嚟 sorry， 係三隻去講。You grab food，yeah，grab food，food panda 即係攞嚟家姐用。food panda 咪是成個 grab food 啊？一樣是 divide 嘛。then like 有50% 嘅 voucher 你個半個 30%， so 叫了。哦。哇！個來是四隻版，是唔是毛毛菇？你聽嚟啊！毛毛菇冇在啦。毛毛菇冇嚟，係飲個底。而家係叫錯啊！毛毛菇嚟啊！可能就係毛毛菇。我當 control 係你用為 iPad， 用為 control 係 live feed 啊。用為 iPad as 你叫咩嚇？對吧？你 flight 咩叫咩 flight 咩啊？講用 iPad 做 extension as second screen 嘅。sidecar。嚇？叫 sidecar。sidecar that's right。sidecar 用 sidecar control。MacBook Air 上古了做未掉。哦，你買到最蠢啊！你講你家姐咪煮嘅去買 iPad 了。你家姐咪煮嘅去買 iPad 了，你買係咪 which one？多隻 iPad？ iPad mini。iPad mini 係 flight 即係細卡本咩？細卡，一啲咩？哦。iPad mini 嚟，我下當見見阿爽。因為我當見做我嘅教員嘅 plan 你教了啲 iPad， 但我做教員啲 Hello speaking with her， 哈咪哦，做教員嘅，你覺得你嘅你用咗 iPad 啲特特接用哦，但係咩得佢你知唔知都冇情嘅咧啫。是啦，歡喜，特別好我看到伊真水咧，個後悔過淡薄，係。特別你想下你 every time 你後悔時，你想下你用 iPad 就係打啊，你都未後悔啊。你講你 app 嚟，伊 percentage 用話做，你做緊嗰條河記得個住咪做嘅位啊。哦，是啦。你講你 app 係咪 app？ 咩 app？多謝。咁你講咪 side 咩啊？side 伊唔是 app， 係 built in 到啲你Mac OS 入面嘅。So 你 Catalina 你用 Catalina 嚟講，就是你 iPad 嚟講，你使叫你 iPad connect as second screen 咯。
哦 ，OK， gimana try？我就是問你個實，你知係咩事呢？我 start 做人誒，變嚟學見 live 去嚇，我咪是有一個我 run 一個 app 嘅嘛 ，app 都冇幫行使同佢咪，基本 support Catalina 咧，我被 access 到你 certain thing，但係anyhow，頂住佢只落時佢個死嘅話，直頭被 access 直頭叫我 camera 照到啲我 iPad，個老闆。特別當然，你所講嘢就讓 Skype 嘅 feed，我係一個 feed，然後變成咧 active feed，變佢就讓 full face 啊。我會讓 Skype 啊，讓會使成個第一可以喺你當 which 人 full frame 嘅嘢。你就讓看 Skype 時，都唔是看到讓視覺嘅，然後讓 chat 嘅時條。你係成個哇係依期 full 了。你想講 ，OK， 我俾看炒米粉，我訂開炒米粉嘅效應變做 full frame 嘅啊 ，C4 video。對，冇個 try 呀，對。呀，對啊。OK。Unless 那個喺上面為咗你講話，你 face 起來咯。哦，安尼咩？我靠喺上面那是講我講話那是咪 switch 佢你冇安裝呢？我唔知呀，我不要。係三教啊！哦 ，great view 啊 ，speaker view， OK， OK， great view 啊 ，speaker view，OK， 當叫當然佢就攞 active。OK，anyway，continue 講係呢個即係 side 卡，side track 度，我開始後背買 iPad Pro 多粒，幾粒十寸呢？特別貴嘅事。你講嘅 Apple 嗬，John， 我 officially back to Apple ecosystem 咧。嚇，你 try 啊，別單呀。冇，我最近 travel 嘛嗬，我咪是我冇講，我換我嚟 phone 嘛，我咪是用 Android 同用 iPhone 咯。你在 iPhone 呢個 app 咯，計數格嘅咯 wallet。哦，yeah，對，所以你 credit card 咧，9日英呢，特別Samsung是有嘛？Samsung 唔是有本啊？I mean 唔是 Samsung，I mean Android 冇 and some sort of 成個 online payment 特別冇。唔是有更加好喂，其實Samsung講你個係用嚟靠你 swipe 嘅卡本誒，特別冇啦，我 try 咧未，你在咪數 Android iPhone 之類 app 安尼好用嘅，你去。因為baru lu kita boleh sangka for example boleh kata airway kata airway pengiot many tu si fly kata i automatically mulu do you want to add to your Apple Wallet anh看了對咧 show up 到你 wallet 你出到底我出表然後我出表我出 wallet 了哈啦到時啦輪姐我輪姐我錄個出了我5 series 5都得6時啊我唔知換咯，唔知換 iPhone 11啊，只得明年一個明年5G 出嚟啊嘛，我咧。等，當幾樣你估啊？等啊！I mean 唔是講隻估啦，3個字啊。3個字啊，隻估啊 ，old school old news。You are correct。3個字 old news。阿 John，你明年邊嚟啊？對。就是邊嚟？特別我六個堆，6個杯。哦，6個杯啦，我都比較，我 maybe 是做到等等 trigger 咯。哦，是咩 ？maybe 啦嚇。6個杯。maybe 啦，等我看先。應該有杯個 because 冇你阿毛俾trigger啊嘛。usually 等人係 trigger 唔是較晏咩？明年6個杯啊！哇 ，Apple Pencil。End of January 嘛，有可能啊。有可能。我7個，特別7個杯嘅嘢啊。我GGCH 有限。哦，冇，個8個一定。冇，呢個是6個杯邊嚟啦嚇。你7個杯邊啊？是唔是？應該是做到吹6個呢。6個冇行嘛，6個。做到6個呢，trigger 是。威個幾啊？威個19號。真衰啊！點解？
不，我感覺我兩個對其實咪是burger。啊？食 burger？冇啦，我人路啦，豆嘅，你就你講個嘛，你講個。哦，OK。我講兩個這個對其實食 burger。我福建話阿茶啦，OK 啦，OK 啦。唔是茶，冇想。誒，我對只，我知道對其實是係咪話我唔知有點聲做邊啲學嘅物件呢？知道我對其實 personal trip 甲我翁做一對。安紅險咩？咪紅險冇，實在 already plan 哦。Because 頂到早一擺對是攞清空切嘛，然後知道我個時候會到對去哦。然後背架打，我 excited 你背架打。They pay not bad. 2007是唔是杜尼？2007啊，冇嗰陣時我對我係住教英啊，我係算哪教，我係算教英是。哦，2017啊，2007。I think 攞清空，杜尼唔是今年啊。杜尼是今年咯，但你打分係不是打不是杜尼嗎？是不是？我頭一早對你講，我啱啱十二年整啊，係你是係你較早1990 something 嘅咯，冇2002。2019 minus 12 to 2000 2007啊，咁啊？2007啊，是啊。是啦。哈對。2019 minus 12 to 2007啊，咁啊。對。我係揾到 long way 呢。我都看到我夾條 pencil 是因為我到底我係細卡叫咩細卡嚇？細卡 control 是我別用我 Jolly control， 我特別用我 Apple II， 我特別用我 pencil II。係別看呢 ，OK 啦，Microsoft 呢啦，好先，為了類別咧哦。係咪佢特別 pencil 呀？嚇，貴別少。不，如果你想。你會使用你 mouse still，你免用呢？特別我是別想 edit，你 edit 個影嘛。我嘅手起來嚇，我嘅 computer 係較慣啊，我嘅 iPad 係較夾啊，所以我只頭整圖，等陣 out of focus 我係變啫。OK，攏靠平平啊，這個邊啊，當佢新嘅啊。開多貴啊，新啊，個價佢知道冇啊，然後我一定係俾佢再對佢定到嘅。尖魚哦？嚇？下邊尖魚啊？尖魚哦？就是海參啊！嚇？我來頂，我其實講我來頂，人老啊特別搞怕會啫。我係做工嘅 professional cinematographer advice 我係即係 like set up。我唔使看到，攞嚟看到。But anyhow， OK，講到啲 shopping，來我講來。講到 shopping 我會見你 trip 時，我見買一個 drone 在哦。咩 drone 嚇？我看到你 footage 嘛。你看到是，你看到 YouTube 嚇？我唔使到嚟看到，未記唔知是 Instagram 是到嚟看到。就是你話我背無夠5分鐘啊，伊喺你嗰度嚟撩啊。Oh my god！ 到底到咗馬來西亞撩路啊，還是喺下邊？我瑞士人位。哦，你冇係咩啊？你冇 license 啊？迄邊是 no fly zone， 然後我小娃嚇，小娃飛機掉未使。伊帶着我嘅 GPS 嘅 signal。我背9分鐘呢，伊好你好多做，當邊你拍好走入去，我掉我頭尾嘅。แล้วทำไมแลนด์นะจะจีตัวตัวเนี้ยไม่แลนด์เดี๋ยวเราเต้าแล้วไอ้โฮเทลเลยโอนก็อยู่ไปgo in the room อีกก็ที่เขาว่า permission to fly มาจีไรฮะว่าแต่ Apple ชุด drone เนี่ย Apple ไม่ได้ชุด drone I don't think I don't know แต่ไม่ใช่ DJI drone อันนี้ advanced กูCici Jakarta, Cici Cici from Jakarta lang. Lali hao tiap ini Hokkien ah Jakarta lang. Jakarta.
Hello Jakarta 人，这句 Jakarta 人怎么？无啊，走去啊！Jakarta 人你要出聲，你無聲喎。Great view 就對。幾杯貴啲啦。我講按 come back letter 啊，我個買 earpiece。哦，OK OK。哎呀，死我未記我看到這喂 document camera。阿 John。Yeah。阿 John，你一俾我講 video 咯，做啲 producer 個佢啲刷嚟啲刷。刷話咩？刷咩？刷咩？俾我講 video。刷啲咩刷？刷啲咩刷？即係 chat 咧 chatting。哦，我想你講我刷。冇啦，係啊。哎呀，你搭擺咪是係咪話？我就冇，但邊係我頭先 episode 你做 producer 個當機咩？冇啦，但邊係我數啦。啊，你會數啊？是你會我數咯？弄一本矮。數嚟數去。我數你是我數你是伊個 principal 啦，我你數我是嚟錢啦。我講你按個嚟拋話你。哦，你看，哎 ，Kitty，你 ，You're so cute on face. I look so cute. Oh my god. I so cute. 娃娃哈。哦，娃娃。你阿仔咧？阿仔阿仔咧？唔要娃娃即對於另外隻巴。哎，得，叫出聲就我俾看 full screen 嘅，該叫娃娃。係寫，該寫。這個 Siri 打你耶？喲，佢就幾日啊？唔係幾日 episode 你 Siri 就同你講。啊，幾日未講咧，我未使講咧。做咩事咧？Why lah? Saya cuma nggak okay nih, so try not to touch on that thing. Kau boleh ganggu le, so 盡量我咪去聽，咪去講歹勢。較好咧。你講嘅是無好嘅咩？That's why you are right 咯，就你講過嘛，即係物件你忘記人嘅還是啲個 expect 哦，一啲。你知唔知 review 我定當咪是做幾個數做嗰隻成功嘅，特別伊別後尾是伊別做，講幾個數是伊嘅OK 咪講過，嗱幾 episode 是咁講，幾 episode 是對嚟咁講，但係講到啲 shopping，你人陣間你嘅，等陣我上個全部講到幾%個，我冇興趣啲嘅，大木哥咧？大木哥agak 幾%是？大木哥嗰啲哦，我唔知是樣，安怎解看到一人就正。嗱 +4，攞住啦，阿未出條聲講嘅，出聲講當然，我唔知攞是裝。叮當叮哆來咪嚇，我記哆來咪怎麼來啊嘛？哆來咪。你咪 mute， 你咪 mute， แล้วก็จะ是 tilde t 是怎樣啊 ？DL 是大粒頭啊，就特別 tilde t 呢是怎？我咩插樣 ？OK， OK，so 我咪講，你那是講shopping 哇哈，哆來咪 ，OK， 哈，來 ，finally， 來。講咪你講係咪 percentage？你成個你 online shopping 是就1%加即係 retail 咪俾個正常1%。哦，你買物件㗎啦，你 shopping 嘅時啦，你就這是到啲 online 咩？Put aside groceries 啦，我嘅物件 around 80% 㗎啦 online 俾。哦，咁樣。哦，誒我冇去 shopping 嘛 online。呢頭落架嚟嚇。你做工，你係咪其實咪使俾一道名稱嚟，俾一嚟啊嚇？咦，成個冇事啊 ？Maybe 你對 online 俾啲 internet 佢，還是你買？啲 online 嘅 culture 嗬 ，kill off 是那些 business 嗬，講到對 cons 啦，哦，哈。即係我係講就是那些 retail 啦，嗬，come 那些咯，吧咯。Betul juga. Tapi online also 有 vulnerability 嗱，我看到我係冇
咱又話你看埋 streetcar setup。I mean sidecar streetcar。我老人家都見到兩個。So 嗱，我係 computer 咪是，oh shit，我 computer 咪是到下邊哦。喂，啦看到未？哦 ，sorry Skype 會被看到 I think。未看到。Skype 未看到。到 YouTube 會該看到。YouTube 會人看，就是我係 computer 啦，แล้ว我係 camera 到底後背，แล้ว我係 sidecar 到底地，然後我買 iPad 嚟 set up，所以咱就要去 YouTube 個看。你已經 studio set up 貴哦嚇。overtime 咯，so 算計起來冇辦法啊，是講我這幾年啊，慢慢計，你就是講愛算。計上叫你俾，冇計上叫你俾啦，你明試過更幾下啊？你俾唔幾多話咯？買嚟看啦。冇你睇得一項物件，你是講安尼一項話我 set up，個我 sound 嚟個我後背入邊開，超就可以好，也可以好。超就 sound 就變成，OK。好小笨啊！我未講嘅事，你等我看看我隻 equipment，咁啦，得像是 online 嘅。我 camera 唔是 online 買，然後我 camera 是買 second hand 啲Facebook marketplace 嚟買。嚇？呀！你好嘅。我知哦。แล้วก็ค่าเจสิ I think 90% of ว่าจะคือ set up กันแล้ว是 online 買 including 我係邊被 focus 嘅事啊，是我被 cosmetic 喺度看物件，是見嘅事啊，我等你。你一 product 是 China 來是 VV 出嚟？It depends 啊，特別即係 equipment 較濟 ，I mean made in China 啦，但唔是 from China 寄來咯。哦 ，OK，US itself 啦 ，OK。有咧，較濟上個是3塊，較濟是 China directly China 來。係你有當時一回就冇咩白解，伊 size 佢講唔對有當時。咯，三邊下立咯。被串你個了成個喂，即係 Stream Deck 啊 ，Stream Deck 是話 control 喂，就咪訂，特別當冇派啦 ，Catalina 冇 support 嘅數，所以我想我訂呢，聽。哦，當然咯。แล้วไอ做ว่าsound effects แล้วคุยกับสิไม่ได้กันแล้วว่าการ control 就到正我ไม่用我 computer อันนี้ว่า noise screen เนี่ยว่าอันนี้เจ window 我有啲 confuse 啊所以我會用到啲 externally 頂到嘅是 before Catalina 嘅時候，我會 control 嘅了物件，我 switch 我 camera 啦，我免用隻 iPad 咧凸嘅啦。然後我直頭用啲 button 去一直換來換去，當今未有當今，伊 somehow 被 connect 掉，解激線，係咪講？at least 我咪用我隻 document camera 照我 iPad 就。阿John。應該是 maybe 個無有new update 咯，所以 maybe 等緊 new update 等緊 new update 嘅。你估啊就有3個字。應該是本無話幾年，特別我 software 是freeware 嚟嘅，所以伊部想講伊唔是學伊個咧是 volunteer 咪 ？open source。即係有咩 iPad 誒 pencil 嘛，邊好用？不過就係靠呢邊。依啲飛架底，我哋話 iPad pencil 變出飛架底。啊，等陣。我用。bad。頭殼架底。所以 pencil 是第一定係第二？第一嘅，我係是舊嘅。我 old one。我咪講第一。個 blur 看無。
冇 focus 我特別 make up 啊，係咪 make up 啊，你成個 eyebrow pencil 啊，依個 brush 啊，咪 hair 絲啊，focus 嚟掉啊，你識特別安呢？Talk to the palm please。แล้วพัสง啊，我 still be maybe a 唔知哦。我想我辦法你個學掉個安怎用我 input source from my OBS 我哋 streaming 嘅 software input 接去佢哋 Skype 所以 Skype 嘅人會看到想希望有隻皮康使掉到皮康嘅你估都冇看到我個 Oh my god 我個 high def high def 來看嗱看來我 focus 來嗱跟得快把照個頭看應該頭看因為照個嚇看隻我該來講落對 shopping 就我哋啦講對先生未 focus 嘅話呀，我 camera 嘛，你看我平曬。那邊啲學嘅topic 都同埋多 topic 嘅。online shopping 講shopping in general 嘅邊咪？定到我不講貴，知道嘛？啷成日game 買物件上面。個買冇多擺哦，幾多擺？愛來了。是呢啊，邊咪知道？冇啦，玩到啲 scooter 咧啦，成日。哦，啲 scooter 冇隻多頂嘅。多頂嘅 scooter 啦。嗰個多頂 scooter 呀？scooter 什麼意思 ？scooter 什麼意思？你講個 scooter 我想是係你 moped。哦，伊是touring 嘅，伊是touring，because 咩數咧哦？伊會幫一隻物件，一個 spacious，伊會 under seat 位哦，會幫其他隻 backpack 啦。嚇？3粒呢啊？冇啦，迄個是 OK 換下隻啦。OK。黃插小啦。正咪是興啊，正成個是你 country 是 cross country 人家這樣子。咁唔似啊，到 Euro 先一隻，3粒呢啊，先一隻啊。少你嘅 back 物件咪個了。呀 ，OK，so 你啦。OK，你 OK，等我問下啦。當最近買 big ticket item。真正較貴嘅物件買係咩物件？Within the last year，一年入面，第一大成日開第最類買幾多%？我唔係講，但你講話，但你講人包呢？冇啊，我冇啊 ，never 啊。你是big ticket item 是會使 travel，會使 trip，會使物件 physical 物件會使。開刀咩使成個話？哦，我聽到開刀隻咯，紅字呢個 V V 娃娃唔隻咯伊。V V 娃娃嗰啲隻啊，我根本咧隻啊，我聽告訴我啦，什麼計 lucky 個。我聽你 podcast 啊，多你是恁聽嘛，多是伊個就是聽笑哦。背路係啊。冇邊神啊，是人 travel。嗱，我不知我唔知特別有我看我碗當嘅。看到坑三坑，我是看大坑哦，我一啲一坑嘅大坑。喲，我嗰時候咪好難看，特別個吉利。忙啦。阿個咧等那我鳥嚇。特別冇講就，我啲 consider 冇講就等啦，個咧等白。農村係你講咯？農村對，農村你個一寸，你個只淡薄一坑，即農三四坑是一寸嘅，一坑是農村嘅，到底一啲，然後頂面嗰一坑要坑嘅。Anyhow, big ticket item 來講幾多百 ？Go。今年啊，今年。係咪物件？第貴嘅今年。你自転車咯？你年杯嘛，今年那是年杯啊嘛，當然就係12個月。杯嘛，人綁是。買車，第自転車，買咩車？四頂嘅啦。有對大頂嘅係咩？
買講啦，買你妹啦。做咩？你叫人想你叫人仔都好計嚇，咁都照累啊！我啦，我問我好嘅啊，我是在羅斯瑪那款啊，小女是講小女個把女啊。嚟，你四頂車買新車實地貴啦。就呢樣咯。OK，買咩車？講係咪講傻頂？講四頂嘅係咩車 ？Hatchback 啦。Hatchback BMW 啊。OK，你一試另外。冇啦，問你講，真係你講。我錄在咪數，我必須訂車，我另外訂，錄到 Instagram 嘅看到啦。冇啦，冇啊，我又走啦，我看訂車咧，前一節啦咩啊，人嚟做累下車啦。哦 ，because 有大洋數。唔是係大人嚟做生意用嘅車嘛？哦，แล้วสิ่งที่หลังสังขารแล้วหลังสัง哇，即係人好寫一個照聯ਹਨ。如果人好看無，人咁好看無好食嘛，是係你看你嘛。แล้วไปสิติ้งแล้วบอกขอถ้าจะขอสิติ้งแล้วบุ๋มขอต่อติ้งแล้ว你看咯。มีสิ่งของไอ้เตามีรู้แต่จะเป็นหลังบอกหลังก็เห็นสิเดมา唔係路古早唔係路人看到路看新車，希望叫路紅樣路換多啲車。話佢攞嚟從派嘅路 invest 你啦 ，insurance agent 嚟隨路啊，你係隨路啊，交嘅頭髮。Actually 我唔係揾係 problem 佢。呢邊是有啊，呢邊是有啊。哎呀，我冇辦法，馬來西亞冇什麼。呀，你睇乜事呢？我買衫，嗱個呀，anyway 佢80萬買數，所以冇人嚟吹話。講到衫，我咪是買你辦到5塊錢嘅衫嚟穿啊！我穿衫我咪是5塊錢、30塊錢衫嚟。有人老實講，有些有人即人看車嚟，你看咩車誒？嚇，你看即人。是啦。反而你看，你去別個國家看嗬 ，especially 個 US 嗬，因冇講有啦，咪講你 rapper 或者 celebrities 啦嗬，as long 你車會滑會正常，好啦。是唔是香港？我車個不特別好，試我 next car 特貴啊！特別我貴本是隻朋友啊，邊個攞？我想買有 bird's eye view 嘅車，所以我換車北京是個型。Lalu sini cakap lah, ulah mah hati ulah mah. Bukan lihat ulah,我想買咧，或者咱講車喲，或者咱是 topic 講車，咱捌講過啊，300啊。我講過了。用講掉，咪講講我被車，我被車是咱做啲 topic 講被車。OK，anyhow，OK， 被車大條。John， 你講你被車 bird's eye view 啊，camera 你會家己倒誒。呀。我就係你講咩咧？就 left side 冇去。你在 Kansas City 老喺度坐一叉住佢，就看到看嗰個，這個我們就 OK，我不是 I view 本就一邊冇 OK。啊，我是個別曉我本 handy 啊，特別。不，what I mean is 你買伊個 camera or 伊個 device，then 你叫人 professionally 導路。特別我車差唔多夠重咧，我嗰陣時佢會。Because 我 recently 我baru tahu 這個 camera 呢。Backup camera？ No， 這個 driving 嘅 camera。好正嘅。Because it turns out that 我當今我這邊嘅位啊，伊 drivers 個料啊，真正差。哦。所以你講 proof 你被翕起來 ，in case 想做 something crazy。哦 ，because 伊人 because 這大 city 啊，one thing，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 伊人換車嘅時，伊人只 zoom 插入去伊個坑，無成都無半行嘅。You know what I mean? So expect 你嘅鳥樣。So yeah，so 阿無咧伊人 stop 伊人嘅車，阿無咧伊個 traffic light 請回了 ，the first car 咪叮當。有看好好嘅是，伊 driver 啲切頭款，冇沙拉咩條嚟啊？我唔知啊，呢邊馬達加咧未用嘅，特別also 伊個 state law，即個 state 嘅 law 真正難嘅。
誒，大粒頭咪你第一年入面第大 big ticket item 俾什麼今年 camera 咯。開類 camera，哦，係咪 camera？我買嘅 for 車啦。哦，OK。我買嘅 camera 就是頭前甲後尾。哦。然後我叫伊人 professionally 導我，so even 我嘅車 engine 冚了，我 camera still 叮當。特別人唔知啦，所以人我來是我都係 already 知嘅。上個係Tesla 呢？特別你對導 camera，because 我把你朋友甲了到啲北位嘅 big city 甲了講，誒，你對 hack camera，伊人甲我講伊人嘅 experience 咯。浪嘅時伊人賣險。insurance company 高嘅是買價錢，無咧了嗰一項真正距離就是上個 Kansas 同 Missouri Midwest 嘅位啊。車嘅 insurance 都是 compulsory 嘛。對。你唔係講甲 police pull over 啦，特別你let's say 你去你 renew 你 tag 嘅時，你都係 compulsory 啦。這邊伊人無 enforce 啫無。我為這邊是我這邊嘅為無 enforce，所以 80% 嘅車架了，伊人無 insurance。Oh my god！ 所以無插入換水嘅車、大電車、細電車、老馬車，好貴嘅車架了80%架了無 insurance。所以。我去 transfer 我大多啲時，我每人看你愛看我 insurance 無？伊人講咱這邊無誒，咩呢？我講 what the hell？ 伊人講is up to 你家己，但係你着數嘅時你看咯。呢個搞掂。別人多即個豆干呢 ，big ticket item。第一季今年入面 shopping 買物件 handphone OK 係咪得隻 Note 4 Huawei P30 OK 阿涵 wedding GB2 冇啦但是有 GB2 就我講 GB2 了冇啊 wedding 夠啦係啦夠啦係咪夠應啊我教因第二擺冇啦，我啲 Australia 教因了，我啲馬來亞做馬來亞興嘅。我嚟對這邊啦。對處做 traditional 嘅。請無？請哇！都嚟講，我好路啦 ，invitation 真貴了路。佢死我冇看到。online 嘛？我有掉，還是？冇啦，我一季過後。哦，哎呀，發生 delay。是的，冇啦，我食緊啦。Yeah, okay, so big ticket item of course the wedding, okay, 掉。了hotel呢？我係 trip 咯，我 next week 去日本。trip 本就貴本嚟，當時。是啦。我本少，我 actually 我第trip 本是第貴啊，當時。你嚟條仆街啊！要食Maggi mee啊！我當今度有啲仆街啊咯，我好奇啊咯。哦，你是講去是開舊時下面有，你是講舊時去下面開啊？特別你俾背幾多咪㗎啦，咪是條路。hotel 啊，就是我差唔多一年整 ticket 就買啊，然後 start plan 下淡薄係當過去咯。係咯，我咪成，我背幾段已經學起咯，我7月6月幾，對於我顧定位置對啲買起咯。特別我冇嘅 hotel 啊，因為依家了12個，依家表小渣，所以當個這個我夾條表嘅時候，我哋一顯嘢。嗱，今日借你教伊 massage 啊！係咪叫咩啊？叫咩啊？OB 啊，OPPO 係咪教伊叫咩？唔知 OPPO 是點話？OSIM ？OSIM 歐教啊
像無 competition 係㗎，我夠先是。冇想嘅腦筋。公司。我有澳新澳加我有澳新澳加我 Intel。係咪 Gin？嗰一個嗰 Intel，我嗰一個啊咩啊？咪幾話啦？大家是嘛？都去了。大家是嘛？哦，都去了。都去了。這是怎？這是哆來咪啊？哆來咪啦，但係條條去啦。哆來咪嚟講咧，嚟我咪再講第一大開第一大條 shopping 是咩咩？今年？我今年先哦，我冇開真濟哦，只隻行嘢咯。啊，隻行咪是水門啊，第一大條啦，是隻行啦。隻行啊！我今年有，我話曬我今年有開咗個極限嘅。今年行正當冇講。我特年嘛夠開。我今年特別冇啊，舊年買 computer 所以今年唔知我話曬成日買奇奇確確呢，冇成冇看到成大條嘅就比當比賽，我冇買只隻今年啦曬。Actually 真是如果你開一條大條嘅冇上嘅，你大隻咧，可能慢慢開，迄個物件，假是冇知，你個唔知，你看你年尾時看到時要死拖回去。對啊。買你紅色口氣看，哎呀，這20塊呢，OK 買，你30塊下你買，哇，計起來計濟鐳啊！我驚啥物啊？我話曬，我點嘛，點有 shipment 來，我就改啊。你話 online order 嘛，所以差唔多係到大禮拜五物件來，我就死啊死。特別會當時。係咪嘅？佢硬冇講嘅咩？冇講話 shopping 啊！你不真有shipment來啊？你做咩事真係一卡咧？你話我通知下，我睇我 post office 安排家己有一個parcel locker。呀！所以妹妹女啊？伊無看到嘛？伊去做工程嘛？了我就伊去了，伊出了門我就卡咩去 post office 我就必做。我係 post office 啲，我係儲環口嘅。哦，見啊！我教都差不多誒。哦，我物件個了 post office 我冇夾對儲誒。我負責知咪就係 post office 嘅。啊，個了 post office 冇對儲誒，對儲是一行人揭開啊，一行細慢慢夾對來。咱就是上個迄個 Crazy Rich Asian 嘅迄個一個福建查某啊，剛去買迄個二歲嘅時候，買一個頭燒，迄個一米豬頭燒到啲走卡位，我係啱看到。我係叫你先咯，我看。我冇看 Crazy Rich Asian。哎呀，去看有看咩？有，我有看。你叫就我講你先咯。誒，我就即馬真嘛，就水嚟嘅。真嚇對。你去大尾啊，係啦，對那時叫阿嬸頭燒嘢啊，頭燒嘢，二歲啊，一年啊，係咯。แล้วก็jugaไป講個香港OK，嗨ซ้啲貴物件幾年？我啲貴年啊，應該是攞入 lens 了。哦，你貴啊！冇啦，冇貴啦，冇啦，我已經真久冇做下嚟啦。冇咩？冇翕。我最近去見舊年啦，舊年started去冇啦，冇翕啊。哦，做咩事咧？穿？加減咯，知啦，我人家諗耐啊，咱即個物件。你愛家己去有下你 discipline 家己去做嘅嘛？要不然你冇看當今只借咧 blogger 咁樣對 complain about 樣嘅嘢咧，安怎讀 over 人 life 係咪嘅 affect 人 life 咁樣同你？是啊，所以咁晚去推薦 office 北掉家己較好。咁你攞條 lens。哦 lens，哦。camera lens。哦，OK。誒，開心啊！佢都兩百多個啊嚇，唔係咯？佢開心都冇嚟啊！last time 往時正做是 gathering。我幾年都冇搞到多了。
咱最近就是啲Spotify 下邊咧，我見咱最近聽，咱銷量亂喎。哦，海桑頂時我係頭一件仔聽講，你當你聽是幾歲？13歲、14歲。14歲。十幾年哦。你記啦，頭一擺面到底你 Tesco 明？你記。想要講，想應該係講啲。咦，幾好啊！我放到這 episode 位。我放到這 episode，我應該有本啊！你去找看本。我人哎呦，該出面你個嘢，你菜園你鬼邊話呀？哈，對，我也記得做嚇。我記過，咱個去食螺呢個你嘛？對，他試過去食螺。他是上一 trip 來頂呀？冇上 trip，但他是。很多人我未記啊，我記我人是 Kiwi 話我厝，對，打一隻狗會記。對，哎呦，他是，我有影你坐年本啊嗬，他是厝邊是說閒嘅，他是我毛病個，他是，我邊個係坐毛病嚟叫，我邊2009定是啊。一站嘅時，你身軀一頭 slim 去嘛？我特擺呢啦，kilo 啦，我有誒，開刀就係佢再生去，然後當然佢就被背咗對。anyway， 我一定係俾對上對，我頭開刀時我未知啊。你紅椒苗你食阿伯啊？阿伯個火也俾我食過，我火也俾我食，我火嘅時候我都看等陣，dot cam。我花下邊有一排花，你睇看到？我未攏被 Skype 未看到。post 掉 ，with 啊。這是大陸安怎看？sorry， my camera， 安尼所以下邊有一排花。下邊sorry YouTube 未看到。下邊有一排花，下邊花就是黃色咧，我別叫咩 color， 一定 yellow 嚇，就是要生面嚟啊！哎呀，垃圾！So lovely。做咩事就係你知我冇看過嘛？當時一來嘅時候，我冇注意啊，我就真係驚啫咋！一來是特別開始來是 lunch， 幫我忘 lunch time 是人講幾個數字嘛？你一來嘅時，哇！死我講，你是到一度，好我 warning 啦 ，before 來是會熱。anyhow OK 個講過，我看上個只幾個人到底一邊特別個無出聲喎。哎呀我個個人嘅無用我 pen， 我小嘢，我叫我 pencil， 佢去動我 computer 嘅 screen， 然後我個幫我 pencil 叫我手去動，然後俾我 trackpad， 我小嘢，嗰個等於做啲 side 卡就係嗰個我小嘢個，等我看住啦。嚟到你咪 share 淡薄物件。嚟講。share online shopping， 我人查甫嗬，暑假多啲淘寶買物件。特別嗬，你特擺買嚟你大媽講嘅咯，嗰是正一隻個咧買嚟買後蓋嘛對。特別我人咁半年，你知哦，係咪數對？因為我人買10條衫啦，8條汽車條千蚊，可2條會千嘛。所以 in total cost 嚟講，迄2條嗰是大這邊嘅無鐵買，嗰是國家辦嘅，嗰是辦嘅。然後迄8條條千汽車，我人咁嚇。equality 有清差，是 equality 本是 comparable 啦。是啊，你看你經買是袂使凊彩買嘛，你個要看伊人嘅成個擺有 post 上嘅效應嘅嘛，伊 actual photo 往過慢慢 filter 啦，會曉買啦，會曉做嗰啲物件嚇，慢慢經哦，你個經就好了。所以你若是10條內面8條汽車啦 ，it doesn't matter 嘅，你拄到來1條嘅價錢，嗰是辦幾個整多部。哦，你穿嘅衫，佢使去80萬啦，未買。隔了人家買咩？隔了嗰時今是燒了
燒了讀燒甲臭會打迄個掉啊啦。哎喲，哎，啷個 share 嘛？邊啲學見呢？即係 exchange，啷邊啲學見你朋友個咧學講 OK，你臭會打係啥呀？嚇，你臭會打係啥呀？或者咱把到咱邊啲學見有 gathering 嚟講嘅時，咱嗰時做邊啲學見 flea market 參加，啷個邊你臭會打係啥嚟上話咯？call 啲。啊，哎呀 ，good idea 仔哦。啊，แล้ว迄種衫甲濟是安尼款買，甲濟去食，阮是雙誒。吼，伊人 especially 若是到淘寶買吼，伊 size 較細，甲人伊 Malaysian size 吼，伊人有家己 China size 較細條較細雙誒，安怎買袂啱 size 誒？嚇，แล้ว我是看頂一日我I think last year 我買啦，我買3雙誒啦，一雙中國誒類似10塊爾，雙誒 quality 雙物件到這邊是90塊一雙咯。所以我驚袂啱啊！我買3項 size，所以雙嘅 design 3項 size，所以就來咪見到其中一個會用嘅，差真濟。一來是我first 是 I thought that 伊嘅 quality 是袂起嘅，所以伊個便宜嘛。咪再來是我看到是雙嘅啊，加這邊買90塊一雙，誒，唔是雙 quality 嘅。有可能是雙 supplier 是 It could be maybe 有可能哦。แล้ว無即 overhead cost 咧，所以人使做下。啊，對啊，所以人講中國嘅人吼，人真正濟 branding 嘅物件，唔是到啲中國manufacture 嘛，所以人真搞嘅，你訂1000粒 quantity 吼，我做1500粒 quantity，所以你1000粒你去買200粒，我就整 local 當做 OEM 嘅 brand 嚟買咯。哦。and then Lazada 咧 ，Shopee Lazada 11 Street 咧物件了咧。破坑啊！迄個物件個了吼，我人會去買是英國咧，有7 days return 嘛。啊，袂啱 return 了咯。有啲人唔敢買是因為，伊講買咗，今日嘛 return 了，啊，袂啱人個 return 咯。頂到我無來買呢隻，頂到無 return 嘅時候，無買呢隻，到有攤 return 我就買個了。對，แล้วก็出嚟啦 ，Amazon 迄個物件個了吼，我人無咪買英國吼。伊 product 是真便宜，但伊 postage 真貴，所以是無得買。伊是美國去，還是Australia去？伊我較濟看是美國來嘅，所以無得你買個，係無得咧。你看咯，แล้ว個一個是 Rakuten，迄是叫 Rakuten 咯，就是 Korea 嘅。迄個我無咪用，我真有一個 Rakuten 嘅款物件咧。就你較濟用什麼 ？Shopee、Lazada、11 Street 冇用。11 Street 啊？啊，對。11 Street 啊，第11條街啊。Yes。哦，係 11 Street 唔是4期啊咩？佢有咩？4期啊咩？我係點話 last street 我嗰啲俾個喎。係個4號咧，11 Street 嗰陣個有咧。個有啊。冇咪冇咪出名啦，Let's go。嚇，你 search 看。Shopee 出名啦，當game。Shopee 出名。估一個叫 Faith 啊。Faith 是 online shopping 嚟嘅，我唔知啊。我唔捌用佢。Faith 是Faith ，Pay 啦，有啊，伊有講係 voucher 應該係物件。哦，OK。啊，你上個路 restaurant 嘅 voucher 啊，過嚟15啊。哦，OK。我聽到煮嘢聲喎，毛毛菇嚟一下。唔是啦，歹勢啦，我啲新物件啊。我傳一隻狗對嚟我放聲。我看 Korea 呢，我看 Korea 呢。Korea 啊 ，Malaysia 係4期了。哦，Malaysia 4期啦 ，OK。啊，我買4期啊，我會收買一個4期啊。你未看 Lazada 加即個 Shopee 都是你加便宜嚇。我唔知哦，對我冇咁簡我你。哦，冇得叫嘅喎。Most of the items lah, then the way 伊人 run 伊人嘅 business 哦 ，Lazada 是加 protect，Lazada 是加 protect protect buyers， then Shopee 加 protect seller 嘅。啊，對。Because 我 usually 看到伊個字比我平常時買便宜，嗰時叫便宜咧，所以我冇個咁 bad 咧。哦。Maybe as a buyer 即係 Lazada 較好咯。誒，如果講
即我看到 chat room 诶，有一個人講，我真無出聲，伊咪歹嚇，就是有一個甲 W 誒小英誒是，你是哦，本把是奧杜真無出聲，真都無出聲，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John for this minute Hokkien voice. I'm listening currently doing my exercise. 伊是用這來聽。if you remember we met before，我會記囉。OK，我有你把這愛聽嗬 ，anytime 你使聽 YouTube 嘅 stream 本嚟使，免 join Skype，明白哦？本把，but Skype 唔要緊啊 ，Skype 冇 limit。OK，拜拜，感謝啊。OK，大媽 sorry，就是大媽講掉一半，我 interrupt 嘛。哦，這裡 Lazada 較 protect buyer 個，有肯講我。會使你肯講啦，based on 我睇到嘅 stories 嗰了啦。then 個 one more thing 無好是 Shopee 這幫假借假會搶嘅會啊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這個SD card 啊。hardware 物件真係搶嘅貨，咱哋有Lazada 嘛是有，Lazada 有，我就是跳過，我買伊講買 Samsung 嘅 phone 裏面嘛買咯，bằng gì mà flip phone 嘛 retro 嘛，nó買出嚟嗰個是 China 貨嘅了嘅。哈。不然。成個我看你成個你嘅 AirPods 呢，伊做個相似。伊做個相像，個辦個價格辦Samsung 會 rank 個頭正位嘛。飛機杯啊，bus 知道 bus。Tapi tu cuma mampu di dalam. Mampu. Mampu來啊！mampu，但我聽到嘴上嗰時錄啊。我叫我度嚟啊！實在係建議嘅你講，你真係叫嘅。哆來咪寫物件是嘴上我成嗰時錄嚟喎。快啲上叫啦！哎呀，我特擺門叫錄啊，特擺門就來，特嚟 episode。哎呦喂，講到咩物件？Like mampu，第舊年2019年。嘛，攞住到 Christmas 就 Merry Christmas 先個標。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了2019年開第一大條是係咪？出門好，俾物件門好係咪？哇！呀，舊年開第一大條嘅啊。對。上個是我今年真怪喎。特別你唔是講特別真正大條啦，你今年有開到2019年開到第一大條應該是 travel 咯，你都有。特別你 travel 嗰隻搞隨機嘅。travel 咯，有啦，唔是我啦，馬良啦 ，Alexa 要俾電話咯。你唔是個買 camera 啦，係咪咩你？哎呀，我睇咩接嘅物件啦，哎呀！特別係你冇大條啦。冇大條嘅啦，百幾塊呢啦，冇講真係大條啦。了你係啲水清嘅較大條啦。你若是講去算起來後，你買物件啦 ，online 買較濟，還是嗰啲店嚟買較濟？online 較濟，雜。裝個聲你是裝聲。是我嘅喎。是你嘅啊？係咪聲嚟？唔是喎，唔是我嘅喎，唔是我開是 EL 嘅喎。嚇，你裝嚟，住啊 ？EL 唔知點解喎。佢細聲，佢細聲。from 2年。from 住。冇啊。個有啊。from EL 嘅 EL 是裝嘅嚇。2檔啊。真係冇出聲啊！住嚟。嚇？你是 ED 是我啊？差別喎。EL。我是 ED。是 ED 我做這裡ED phone home。哎呀，未 focus。Anyway，OK，
OK，我哋介紹我特別介紹，特別少但啦，講1點鐘10個分鐘，咁樣咧等嘛，等於已經1點鐘30個分鐘。OK， 來特別嘅邊啲節目呢度是老椒海參ketupat 蠔條豆嘅。拜拜。โดเรมีชาบีฮุนอาหารตอรับเท้า仲有嘅冷我未知。嚇？仲有嘅冷，那俾學姐仲有嘅冷，就不是陳珠嘢先啊。見強強。啊！毛毛哥，你講住我都唱，講住個啊，冇啊，你看你好。我哋看到啦 ，OK， 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下個禮拜嘅到最嚟是聽講新嘅話題嘅內節就是 Christmas 啊，希望讓shopping 買隻隻物件，讓自己係咪比較當當？แล้ว當是我 sorry。แล้วก็我電話。下個禮拜嘅到最嚟收聽，我哋講無相嘅話題，聽下禮拜講講咩啊？即係安怎冇講 Christmas 嘅 topic 嗬？啊冇啊，我 shopping 咪是 Christmas 咯。佢唔是講起了咩？佢記下定住揾 Thanksgiving 是講起啊。佢記唔是對。佢記是 Thanksgiving，แล้วก็ลองตัวด้วย嚟禮拜我哋講老馬車嘅事，老馬車事，咱頂到細漢時車上面講好車，唔是特特人文化咧，人愛講你照女嘅車就，哈，會講老馬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